来看台湾的外送员超过14万人。外送产业工会是呼吁讲，应该爱立专法来约束新兴的产业。也毋过目前只有民众党有提出立法的版本，嘛有送去委员会咯。伊嘛甲劳资的关系认定做是头家甲新劳，有受到劳动契约的保障。外送员伫大街小巷走动，疫情以来外送产业正发展。全台湾外送员人数已经突破14万人，毋过外送员一直反映平台业者单方面改变抽成制度，也是派单的方式无公平。毋过各县市虽然有自治条例规范，拢无共。工会各讲需要有专法来支持新兴产业。那么最关心薪资的部分，这些东西目前在自治条例都没办法有效去处理。那我们会之所以希望有专法，是因为它有点类似像是比照计程车的模式，由平台、政府跟工会三方去共同制定出一个最低的门槛。目前，敢若民众党提出党版的外送平台管理甲从业人员保障法，虽然有送入立法院，毋过无排入审议。民众党讲，外送平台进军台湾已经有7-8年啊。除了劳资争议，也有交通违规事故侪这个乱象，应该都要赶紧催成法规来规范。有专法总比现在争议2-3千件，消费端、商家、外送员、政府开法院审理毫无这个依据。我们会要求不要适用劳基法，不是雇佣关系，而是承揽关系。定的专法对劳动权益的保护也非常有限。劳动学者讲，先进国家像讲西班牙、美国加州，最近拢甲外送员劳权入法，回归雇佣关系。若意大利是伫雇佣甲承揽中央掠一个平均，互外送员准用部分雇佣关系。若做咱台湾立专法，煞无法度查清楚外送员的身份，安尼对劳方来讲也是无彻底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